台南的碗粿、客家的老菜脯鸡汤、四川凉面，也则是韭菜盒子，大家无分你我，全部拢欢喜上菜。为了就是要庆祝齐如园地停办10档再度复办的感恩餐会。这是你们拿手菜了哈。拿手菜就这样，菜脯就这样。好香哦，我有闻到味道。这5年的米浆要自己磨，然后就是要用米浆磨，不是用粉的，不是用粉去调的。齐如园地当初是由沙滩社区发展协会前理事长何文正，在咧民国96年成立，为社区长辈提供健康讲座、户外活动以及共餐服务等。后来一直到何文正落任后停办，如今由现任理事长黄崇伟接续办理。由咱的理事长柯明仁伊发起的，即个叫阮创造齐如园地。阮咧每个拜三早起9点至12点半，拢有差不多50-60个时大人来遮聚会。然后阮会办健康讲座、健康护理操、DIY， 搁每3个月传出佚佗一届。因为阮理事长柯明仁，伊讲你来的时大人，65岁以上当做家己时大人，也是阮金城里的人文活字典，也是阮金城里社区珍宝，所以我讲对时大人即个，阮会搁较加强。咱办这个活动对阮遮社区的时大人，拢有一个帮助，会当互因出来外口交朋友，互因出来遮嘛袂无聊。安平区长萧泰华也特别来到现场，感谢协会以及金城里对着照顾长辈用心。感谢里长对上任之后，对我们整个金城里的一个周边环境包括说也结合我们那个民宿来一起来整个我们环境的一个做整理那尤其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共餐的也相当的一个投入非常多一个心力那这边我们里跟社区是一起合作的希望说能够把这个能够做好，那借由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善举能够提升我们社会的一个正面能量齐如园地的长者平常时有50多位参与，相关年龄是这位90多岁吴阿嬷。这长者分做7组，各自准备拿手菜肴，有台南传统美食碗粿、蚵仔签、素心汤，嘛有贯穿美食凉面、水饺、韭菜盒子。另外，安平建平社区烘焙班也提供西点。领着二空凉面创办人张长寿也当场办了，请大家品尝，展现社区之间的好情谊。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